来看屏东这边哦，东港东龙宫有国宝级的5个目枪，伫咧教堂前呢用希诺去做一只王船。不过因为东龙宫无够宽，所以无法度开放予民众来看这只王船。也今仔日庙方配合展览，甲王船刷去到王船文化馆，要予民众更较明白赢王船的传统信仰。 哀呀声伴着鼓声，桥班的人员手揢着零件塞船，一步一脚印，重现东港迎王祭典特有陆上行舟的热闹。因护送的这只船，就是东港东龙宫精心打造、象征温富千岁神威的典装王船。日记透早对东龙宫一路杀到王船文化馆做头摆的展出，因为机会难得，吸引不少民众翕相录影。这只船的特色嘛是由阮 东龙宫王船做的5个国宝级的师傅，这是无简单，大家拢70外啦。哦，这要搁以后要搁做一只王船哦，是足困难的啊。所以利用这个机会，放伫王船文化馆，会当来一直传承的，来宣传讲咱东港迎王船的祭典的文化。 这只典装王船是使用 Hinoki 做的，长度超过6公尺。当初是由5位国宝级的木匠师开8个月时间，伫2016年完成。这教堂内一直拢放伫东龙宫保存，为着让新的王船文化馆更较有看头，庙方决定把船刷出来，提供民众参观，让大家更加了解东港迎王的特色。第一次看到这种王船，然后要有7个角头，再扛轿有7顶这样子。 完全没看过啊！我觉得能做出来那种东西，还蛮厉害的。看到以前的这种王船，它每一个做出来，其实都很新鲜呐，然后也都不一样这样子。除了王船，文化馆内底嘛有新的特典通看，7种无同款的色水，代表迎王的7个桥班，每一个桥班拢有家己的发展甲故事。 县政府文化处表示，要让王船文化馆的内容愈来愈丰富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